好，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咧收睇呢個嘅我哋論證 online 超住傾啊！今日繼續咧係有 Eva 啦，同埋亦都有阿 Chris 喺度啦，同我哋咧用一啲嘅AI 指標啊，咁樣同我哋分析下啲美股嘅。咁啊，美股咧呢一排咧好翻好多喎，尋晚個納指咧更加係破咗2萬點嘅水平啦，咁樣。不過咧就始終咧即係今日咧阿特朗普咧又出口術啦，又講到咧個戰事好似未完咁樣。咁啊就市場上咧就住嗰個關稅又好啦，即係戰事又好啦，都好多噪音啊！咁我哋實在咧，即係要睇下咧真正資金嗰個流向係點樣。咁啊，不如就先睇下嗰個美股走勢啦。個納指咁強，仲有冇得去咧，Chris？好啦，咁咧我哋咧可以咧望一望咧嗰個納指方面嘅走勢先啦。咁我而家就嗱，大家有冇見到畫面嗰度咧？咁而家顯示咗咧納指嘅走勢出嚟嘅。咁咧喺畫面之中咧，其實咧我哋咧見到咧有一條藍色線咧，嗰個係阻力位嚟嘅喎。其實呢一條藍色線咧，你咧睇翻即係過去一段時間啦，橫跨到咧係2024年12月咧，其實係顯示翻一個比較大啲嘅阻力嚟嘅，係接近翻啦20,090點啊。咁但係如果呢個位一旦破到咧，將會咧展開一個咧大型嘅升浪。咁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啦，如果破到呢個咁嘅重要水平咧，大家咧就可以咧係做翻好㗎。OK， 哇，咁啊，即係但係呢個好似個水平都幾近喎，係咪啊？係啊，咁所以咧，大家咧就要等一等先，咁要等佢破到咧20,090先，因為其實咧都非常之接近嘅，其實係爭好少啊，咁啊唔爭再睇多一日半日先咯。OK， 會唔會呢幾日個流量其實都好多資金去睇呢一個嘅納指咧，Eva？好啊。如果話咧睇翻啲相關嘅即係數據嚟講啦，可以喺我哋網站上邊咧都會揾到啲資金流嘅數字㗎。咁啊喺熒光幕度大家會見到啦，呢個咧就係過去5個交易日啦，各大指數嘅資金流嘅情況嚇。咁啊比較多資金留意咧，兩邊都有啲資金流入咧，都係以隻納指為主啦。咁啊見到咧納指100咧喺過去呢5個交易日啦，好倉嚟計咧就少量資金流入啲牛證啦，咁啊淡倉比較多啲㗎。咁啊包括咧佢 put 輪啦同埋紅證啦，咁啊兩者加起嚟咧5日咧都超過300幾萬嘅資金係淨流入啊。如果睇翻咧5個交易日咧，你見到啲棒圖咧，其實資金都係流入流出啦，可能都係即係做翻啲上落嘅一啲部署啦。咁因為佢係高位啦，可能資金流入佢嘅淡倉就比較多啲。咁頭先即係聽阿 Chris 講啦，即係都可能要等翻啲啱嘅時機先至去做操作啦嚇。咁啊納指計咧，其實我哋都有 call put 牛熊啦。如果話即係想避開嗰個人生波幅嘅影響嘅話啦，咁我都帶對牛熊證俾大家做翻個參考。咁我揀遠少少啊，因為咧都係要睇翻即係入市嗰個即係機會係喺邊度啦嚇。咁譬如話咧納指嘅牛證啦，暫時距離現貨價啦7到8%嘅選擇啦，編號有49702啊。咁呢隻係納指嘅牛證嚟嘅，收回價20,500點㗎。咁啊比較遠少少嘅距離，槓桿咧，但係其實都有接近10倍左右嘅效應啦。咁喺資金控制上個注碼都要大家留意翻嚇。咁至於話紅證嚟計咧，就距離現貨價啦，譬如話同樣都係7%左右嘅一啲選擇，24,000關口嘅紅我哋都有嘅。咁我編號咧49947啦，49947咧就係睇淡納指100嘅一啲紅證嘅部署嚇，暫時提供嘅槓桿效應咧係14倍嘅。OK， 好，咁啊就一隻10倍嘅牛證啦，49702啦，另外隻紅證有14倍嘅49947嘅。好，咁啊另外咧就最勁嘅咧就係見到隻 NVDA 咧破位咁樣喎，係我阿 Chris 係咪建議都真係可以繼續去追 call 啊？係啊，咁咧大家咧睇翻啦嗰個Nvidia 方面啦，其實咧就見到佢咧係做咗技術突破嘅，咁就破咗呢143.9毫半嘅，咁個走勢都持續上升，同埋見到表現咧相當之強嘅，亦都係一個咧跑贏大市嘅股份嚟，咁相信咧後市有機會咧進一步上升㗎，咁呢隻大家可以留意翻一啲好倉啊。OK， 好啊，咁啊就呢一個嘅好倉選擇都應該唔少喎，係咪啊？有啲或者定個資金流方面有冇啲咩特別嘅啟示俾到大家？Eva？好啊，咁我哋睇翻咧，我哋個網站嚟講啦，大家見到咧 Nvidia 咧，尋晚美股收盤咧升咗4.3%啦嚇。咁我哋一眾嘅即係美股輪咧，都係跟個夜盤價去變動嚇。咁啊拉落少少啦，揀翻 NVDA 啦，我哋咧都有擺翻相應嘅即係夜盤參考價俾大家睇，比對翻上
上日下午4時參考價咧，而家 Nvidia 咧個升幅咧都係4.6% 嚇。咁我哋咧嘅call 輪同埋 put 輪咧就係跟呢一個變幅去跳動嘅。咁大家可以見到咧，我哋 Nvidia 咧有港元計價嘅call put 輪啦，亦都有美元計價嘅 call put 輪啦。咁之前亦都提過，最主要嘅分別咧係嗰個即係貨幣嘅結算啊。大家如果係揀啲美元計價嘅，你開你嗰個報價機，你望落去，譬如而家3毫子咧係美金嚟嘅，美金嘅3毫去買入或者賣出啦嚇。咁如果你話係揀啲港元定價嘅，譬如好似我哋隻10573咁計啦，你見到30半咧係其實港元嚟㗎嚇。咁所以大家喺運作嘅時候咧，你要睇清楚你係揀緊邊一種貨幣定價嘅產品嚇。咁全部都係窩輪嚟嘅嚇，亦都係跟隨佢個條款有唔同嘅槓桿效應，大家唔需要話諗到太複雜啊。主要我哋出美元定價嘅，都係方便大家。如果話股票戶口有啲美金喺度，買開美股，你想用呢啲美金去買賣相關嘅窩輪，我哋都提供埋產品選擇咁解嘅啫嚇。咁Nvidia 嘅 call 輪選擇咧，我哋可以咧揀翻相關嘅認購證嘅條款啦嚇。咁如果暫時計咧較為高槓桿嘅產品咧，嗱17倍幾咧，我都明白係可能好吸引眼球嘅，哇咁高槓桿。咁但係咧要注意咧，7月就到期㗎啦，咁啊好短身㗎嚇，咁都要注意翻嗰個時間值損耗會相對較為急啲。如果真係揀嘅話咧，可能貼價啲嘅選擇咧就防守性高啲啦。咁我帶嚟10573呢隻 Nvidia 嘅 call 啦，10573隻 Nvidia 認購證，行使價150蚊㗎，咁啊貼價係輕價內嘅條款嚟嘅，5:8對1啦，暫時提供緊嘅實際槓桿有5倍嘅。OK 好啊，咁啊就可能唔好揾啲即係咁短㗎啦嚇。7月到期嗰隻當然有成17倍槓桿，不過咧就真係驚個時間值損耗受到影響啊嚇。咁啊就如果揾隻5倍槓桿嘅10573，咁另外咧頭先咧阿 Chris 都有同我講啦嚇，我哋未開始錄影前咧，你都話即係嗰啲七雄裡面啊，其實唔係隻隻都升得咁靚講真。咁啊你又覺得比較靚啲即係抵 call 嘅咧，就係仲除咗隻 NVDA 啦，就係個Meta，你嗰個指標上面係有冇話出到啲咩信號，所以你覺得即係個 Meta 可以繼續去咧？冇錯。咁其實咧喺七雄裏面咧，走勢最亮麗咧就一定係 Nvidia 啦，同埋咧 Meta 方面。嗱頭先講過咧 Nvidia 咧做咗突破咧，跟住咧就即係繼續咧係往上走啊。咁我哋睇翻Meta 方面啦，其實有啲類似嘅喎，都係咧同樣地咧係跑贏大市啦。你見到佢咧都係行緊咧係一底高於一底嘅走勢啊。咁喺近日嚟講咧，更加突破咗咧紅色線呢個阻力位701.8毫六。咁喺突破完之後咧，有一個輕微嘅震倉啦，就喺琴晚咧6月25日咧係出現咗嘅。咁期間咧嘅高位係716.5毫八咧，呢個一個相當關鍵嘅水平。如果係能夠升破嘅時候咧，有機會進一步咧挑戰下一個阻力位，就係735.45啊。咁相信咧呢個機會咧都相當之高㗎。咦 ，OK，咁啊可能即係要拿捏下呢一個嘅突破嘅話，要睇下 Meta Call 喎，有咩心水啊 Eva？好啊，咁我都即係 share 翻我哋嗰個 screen 先啦嚇。咁如果話咧 Meta 嚟計咧，尋晚見到咧美股收盤價咧就變幅唔係好大啦。咁啊嚟到港股街嘅時段咧，其實暫時嗰個變幅都唔係太大啊，比對上嘅4時參考價咧跌0.3% 左右啦。咁啊主要即係個槓桿提供得相對較為高啲啦，所以你見咧暫時呢一隻嘅call 輪咧跌幅大概係3到4%嚇。咁我哋可以咧按入去望下佢嗰個條款嘅詳情啦，10579咧就係 Meta 嘅認購證睇升嘅朋友咧，咁啊可以考慮呢一隻 call 啦。咁佢條款咧就講緊係10月中到期咧，就3至4個月左右啦。咁你見咧 Meta 嗰個引伸波幅咧嗰個變化咧就大概係而家暫時39窩左右呢啲水平啦嚇。咁唔使話揀到好價外咧，個槓桿提供得都唔差㗎。咁你見近日咧引伸波幅咧都一路即係回到較低嘅一個水平啦，咁當然冇話唔繼續向下嘅，不過咧就如果話向下嘅空間咧，相對之前嚟講咧就少咗嚇，咁就即係擔心嗰個情況繼續急跌，可能就比之前係個機會低啲咁講啦嚇。咁喺較低嘅引伸波幅水平去做部署嘅話咧，就可以即係叫做有機會啦。如果引伸波幅係低位反彈，再加正股睇啱方向嘅話咧，咁就可以即係相關嘅 call 咧就會升多過嗰個實際槓
槓桿嘅效益，咁當然都要扣翻個時間值損耗啦嚇。咁每日講緊係大概1%左右啦。咁如果話即係睇好 Meta 嘅朋友啦，咁暫時我哋呢一隻咧輕輕價外嘅條款咧，相對比較合適啲，行使價800蚊嘅。OK， 好，咁啊 Meta Call 有隻10579啊嚇，咁啊就好啦，咁啊今日睇到好多啦，又有呢個嘅 NDX 啦，好倉啦，又有 NVDA 啦，又有 Meta 啦，咁樣，咁啊今晚咧炒美股咧有心水，咁啊就可以喺定今日呢個亞洲交易時段咧係進行部署啊嚇，咁啊美股走勢希望再接再厲啦，唔該晒兩位啊，阿 Eva 亦都利申下先，有冇持有上述所講嘅股份？冇持有嘅。好啦，唔該晒，咁我哋休息陣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